中华会大福安宫福西土地公有170年的历史，是地方的信仰中心。顶一代经受好势，嘛有遵照传统的科仪做三献。这坡道有800外地，阁有5层楼悬的照单。毋若消灾解厄，嘛希望大家看到传统工艺。庙顶前的大米龙是安良下土仪式的主角，代表保护庙宇的良神。中华会大中正的福安宫，让50档才阁举办整修工程，即阵顺利完工。庙方也遵照传统举办三献照灯。阮的坡道是880地，饭搭有300外地，地公有20-30只。做坡道就是从今年头嘛无去乐观，家己做善心大德，从建的工程的经费嘛是拢做善心大德，主要是都管。将近1000地的坡道，阁有5层楼悬的照单，以及仪式内底重要的古纸，有普渡公、4大元帅、福德正神、山神等等，场面真隆重。不少信徒拢来现场感受传统仪式的热烈气氛。足热烈的坡场，甲摆啦摆甲足水的。真好，想到较早，然后佫想到倒转看到偌好咧。土地公比较少，因为土地公拢较细。也信仰圈无法度遐尼看，所以中正这信仰圈是远看咱即摆咧讲的大庄。中正福安宫因为有172年的历史，所以地方的土地公信仰信徒的范围真宽，包括花坛、大庄等所在。庙方表示，即便照灯信徒拢真发心，大家团结举办传统祭典，嘛希望透过活动，让民俗文化会当继续传承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